第19題選擇題啦，佢就話參閱以下某物品嘅供需表啦。咁有價格啦，有需求量啦，有供應量啦。話當政府對該物品提供20蚊嘅補貼嘅時候咧，邊一項係正確嘅咁樣樣？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啦。咁政府有20蚊嘅補貼，咁個價格會下降啦。咁但係下降幾多咧？下降5蚊、10蚊，還是15蚊咧？咁就要視乎彈性啦。如果需求彈性係較低嘅，咁個價格會下降得較多啦。如果需求彈性係較高嘅，價格咧就會下降得較少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啦，個價格由40蚊上升到50、60、70、80、90嘅時候咧，需求量咧係會減少嘅，由14、12、18、6減到去4，都係兩件咁樣減少啦。咁而供應量咧就會由6、8、10、12、14升到去16，亦都係兩件咁樣去上升啦。咁需求同埋供應嘅彈性相同，大家嘅改變對價格改變嘅敏感度咧係相同嘅時候咧，咁所以咧個彈性係相同。彈性相同嘅時候咧，20蚊嘅補貼咧，價格咧就會下降10蚊啦。咁原本嘅均衡價格係60蚊啦，咁而家嘅均衡價格咧就會係50蚊。咁而個交易量咧就會係12件產品嘅。咁我睇睇 A 呢一點啦，佢就話包括補貼在內嘅總收益咧係840蚊，咁啱唔啱咧？咁每買一件貨品咧收到50蚊啦，每件貨品政府再俾20蚊啦，咁所以每一件貨品咧係收到70蚊嘅，咁總共買咗12件貨品啦，咁所以總收益咧連埋補貼咧係840蚊，係啱嘅。B 呢一點啦，佢話政府所支付嘅補貼總額係200蚊，啱唔啱咧？每件貨品政府補貼20蚊，而家一共有12件貨品乘埋，咁所以政府總共補貼咗240蚊，就唔係200蚊，所以 B 呢一點係唔啱嘅。C 呢一點啦，佢話原初市價同新市價嘅範圍入邊咧，需求彈性咧係細過1喎。咁我哋睇睇啦。原本嘅總支出係幾多咧？新嘅總支出又係幾多咧？原本嘅總支出同埋新嘅總支出咧，都係600，冇分別嘅。咁所以咧，個需求價嘅彈性咧係等於1，就唔係細過1，呢一點咧係唔啱嘅。D 呢一點啦，佢話輔助品嘅總收益轉變未能確定。咁但係我哋睇到咧，而家呢一件產品嘅交易量係上升啦，咁所以輔助品嘅需求都會係上升嘅。需求上升，總收益應該係上升嘅，就唔係不能確定嘅。咁所以呢一點咧就唔啱嘅。